教育部有设一个全国教保资讯网，让家长伫咧选幼稚园的时阵通做参考。不过，这个网站互人反映讲，资料真少，佮无好使用。立委和教育团体，伊就掠民间家己设立一个网站来做比较，呼吁政府伫来改善因家己做的网站。有红色的，那就代表说这一个幼儿园它其实是过去有违规记录存在。家长一看地图就通知影敢有违规，嘛会显示今年收费的资料。这是民间家己做的台湾幼儿园地图，要反映的是教育部的全国教保资讯网，无够简化利便。比教保网的部分，它目前都还是用条列的方式。那条列方式的时候，大家其实很不容易知道它里面的情况。就教保网查询幼儿园，爱一笔一笔点，搁爱直直试干净号码。有家长嫌麻烦，过了时间，默默拄到官方资料换新无够紧，违规缺失的说明无清楚，造成误解。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幼儿园伙伴，他们其实是正派的经营，但是家长群体之间彼此会有一些以讹传讹的现象产生。那他们其实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来讨论这个园所的作为，专教总表示，自2015年就有家长公开反映，教育部到今拢无具体改进。立委嘛要求像老师的教师证等等，爱直接开放公布，让幼儿园伫市场机制下良性竞争。各教师是表示，即马教保网顶悬拢有公开评鉴收费的相关资料，后续会针对交通车立案面积等等通公布的部分，伫今年建期网页会各做调整。记者陈雅文调随采访报道。